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8章，关系摩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尼波惨啊，伊的荒废，基列亭受侮辱，互人占领；伊的堡垒受毁坏，子民受凌辱。摩押未阁有灿烂的阳光，有人伫希实本设计要害摩押讲：来，咱来甲消灭，互伊袂当成做一国。马得免城着恬恬，毋通出声，有军队要来攻击你。对何罗念传出哀哭的声，荒废啦，拢总毁灭啦。摩押受毁灭，伫遐传出囡仔啼哭的声，人爬路稀的山坪，哪爬哪哭，因落何罗念的山坪，听着毁灭哀哭的声，就逃走，虽然顾性命，亲像旷野的野驴。摩押啊，你靠家己的权力甲财富，毋久共款会受征服。你的生命、基抹甲伊的祭司以及官员，拢会受流放，做一个受牵线。恁逐个城拢会受毁灭，无一个城会当避免。山谷受毁坏，平原受吞踏。上主安尼宣布：着甲摩押斗两支膝，互伊通爬走。伊的城镇会趴远，无人徛起。贫惰毋做上主的工的，会受咒诅；毋举家己的刀去杀敌人的，会受咒诅。摩押对开国以来就真太平，毋捌受放逐。伊亲像放捌伫酒甕内的酒，毋捌互人倒来倒去，所以滋味原在，气味无变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时日一个到，我要派人甲摩押倒献杀，亲像甲酒倒掉共款，因为甲酒倒甲空空，搁甲酒甕摔破。摩押会因为伊的生命基抹见效，亲像以色列人为着因所倚靠必得利的生命见效共款。摩押啊，你哪会当自称是英雄，是够烧剑的勇士？摩押会受毁坏，对敌占领伊的城镇，直选的壮丁拢受杀死。摩押的结局必近啊！伊的灾难会紧紧到。大君王、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摩押周围的国家认捌伊的民族啊！恁拢着为摩押悲伤，讲伊的大权势放弃，伊的阳光无去啦。底本的子民啊，着对你阳光的座位落来，坐伫打扫的涂骹，因为毁灭摩押的已经到，伊要拆毁你的堡垒。阿罗尼的子民啊，着徛伫路边看，问遐个逃难的男女讲，到底发生甚物代志？因为因讲摩押沦陷啦，恁着为伊哀伤啼哭，着伫阿伦河宣布讲摩押灭亡啦。心雨已经淋到平原杂所在，就是摩押无论远也是近所有的城镇，到伫何伦、雅扎、米法押、底本、尼波、别地比拉太因、基列亭、别加抹、别米温、加略、波斯拉。摩押的权势无去，
军力全失啊！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恁着甲摩押灌互水，因为伊自古背逆我，伊会伫家己吐出来的垃圾面中间过来过去，互人踢笑。摩押啊，你敢毋是捌踢笑以色列？你逐遍讲着以色列敢毋是摇头，甲伊当作互人掠着的贼仔。摩押人啊，着逃走离开城镇，去住伫山岩，亲像粪鸟伫隘口作秀。犹大的人民讲，听讲摩押人非常骄傲，自高自大，骄傲到极，家己掠做了不起。我知因的自大是空虚，所夸口的拢是碰风。上主安尼宣布，所以我为着摩押啼哭，为着摩押全国啼哭。人嘛要为着建立哈列舍的人哀伤。西比妈，我为着你哀哭，比为雅舍哭搁较大声。你亲像葡萄树举春假大海，宣到雅舍的海。毋过毁灭者来啦，要将你得要修成的果子甲葡萄拢毁掉。上主讲，摩押肥的产园消失，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。我互酒窟无阁出酒，无人伫遐打酒出欢喜的声。虽然有发的声，毋过毋是欢喜的声。希实本人哀哭的声传到伊利亚利，探过雅杂，搁对索尼一直传到何罗念，直到伊吉拉西利西亚，因为连能啉的溪水都干焦去。上主讲，遐会伫摩押的山头段献祭，用因的性命烧香的人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所以，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，我的心肠为着建立哈列舍哀伤，亲像彼仔哀怨的声。因所积聚的财物拢失去啦。因逐个人剃光头，剪喙手，挂上手骨，摇下抹布。上主讲，摩押逐间厝的厝顶甲广场拢有啼哭的声，因为我毁坏摩押，亲像人讲喙无介意的器躯。恁着大声啼哭，摩押完全毁灭啦！因建设无面通见人，成做四周围的国家啼笑，互人着惊的对象。上主讲，看咧，有一个国家亲像鹰鸟，踢开伊的翅，冲落来攻击摩押。摩押的城镇甲堡垒拢互伊占去。迄时，摩押战士的心会亲像吹船的妇人人遐尼痛疼。摩押受毁灭，无阁成做一个国家，因为因自高自大，背叛我上主。摩押的居民啊，恐怖咸坑活大，地长等恁，上主安尼宣布。啥物恐怖的人会堕落咸坑？对咸坑逃脱的人会互活斗着，因为刑罚摩押的年已经定着，上主安尼宣布。遐个突然去希实本寻求保护的，因的气力已经用尽，毋过有火对希实本发，有火焰对西方的城出，烧尽摩押人的头额，
甲爱相待的人的头壳。摩押啊，你有灾祸啊！拜基抹神明的人啊，恁灭亡啦！恁的后生互人掠去，恁的查某囝嘛做伙受掠。毋过上主嘛有讲，将来我会互摩押受掠的人倒转来。有关摩押受审判的话，到这为止。